2025年韩国电影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许多韩国大片纷纷定档在2025年上映，其中不乏口碑剧情佳片，又可以收割一波观众们的眼泪了。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5年最新韩国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火热上映的影片，也有广受期待的待映新片，一起来看看吧。2025年最火韩国电影排行榜：1. 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是由洪长秀执导的电影，由何成国、全海啸、赵允熙、朴美姬、姜素怡等主演。一位年轻的诗人送女友到他父母家，并对他家的规模感到惊讶。他偶遇了他的父亲，见到了他的母亲和姐姐，最后他们在谈话、美食和美酒中一起度过了充实的一天。2. 黑修女们。黑修女们是由 Film Company Collection 制作，Zip Cinema New 发行，全鹤载执导，宋慧乔、全瑜晕、李振玉、徐俊豪、文宇镇主演的韩国剧情恐怖电影，于2025年1月24日在韩国上映。该片为黑祭司们的续作，讲述修女们为了拯救被强大的恶鬼附身的少年而进行驱魔仪式的故事。3. 成人童话。成人童话是由朴智炫、程东日、崔始源主演的韩国喜剧电影。影片一部横冲直撞的性感喜剧，讲述的是梦想着准时下班后写童话故事的公务员兼童话作家志愿生，被分配到了青少年保护组，每天都要看色情片。雪上加霜的是还要写成人网络小说的故事。4. 来自谁的启示。来自谁的启示是 Netflix 出品的韩国原创电影，由严尚浩执导并编剧，柳俊烈、申贤彬主演的韩国惊悚悬疑片。来自谁的启示讲述一位牧师深信神谕正呼唤他去惩罚失踪案的罪人，而一位女刑警在调查此案时，始终摆脱不了已故妹妹的阴影。该片于2025年3月21日在 Netflix 上线播出。5. 刘波。刘波是姜河娜主演的惊悚电影，于2025年3月21日上映。该片讲述了拥有超高订阅者数的犯罪频道运营者偶像姜河娜是在发现了未捷连续杀人事件的新线索后，对追捕犯人的过程进行直播的故事。6. 胜负。胜负是由金炯柱自编自导，李秉宪、刘亚仁主演的围棋电影，于2025年韩国上映。该片根据韩国棋坛著名的曹勋炫与李昌镐的师徒对决改编。李秉宪在影片中将饰演不得不与自己一手培养的徒弟李昌镐九段一争高下的传奇棋手。7. 游说。游说，韩语、英语 Lobby 是由何正宇执导、编剧并与金义成、朴炳英、朴海秀、姜墨晴等主演的韩国电影。电影讲述了与高尔夫相距甚远、与商业相距甚远的研究员昌旭为了获得国家事业权而展开游说，引发高尔夫界混乱的故事。8. 野党。野党又名在野党是由黄秉国执导，姜河娜、刘海珍、朴谢俊主演的韩国犯罪电影，讲述了在大韩民国毒品板块和调查机关之间来回穿梭，围绕震撼毒品世界的内幕野党展开的故事。9. 神圣之夜，恶魔猎人。神圣之夜，恶魔猎人是由林大熙执导，林大熙、马东锡联合创作剧本，马东锡、徐贤、李大卫、景收珍、郑智晓等主演的韩国奇幻动作电影，于2025年4月30日在韩国正式上映。该片讲述狩猎恶魔的黑暗解决师神圣之夜团队与崇拜邪恶的犯罪集团对抗的故事。10. 不能说的秘密。韩版不能说的秘密是由都景秀、袁真儿、辛瑞恩等主演的爱情电影，翻拍自周杰伦2007年执导并主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于2025年1月28日韩国上映。影片以高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转学到一所艺术学校的钢琴天才玉俊在一间古老的钢琴练习室里见到演奏神秘钢琴乐的金雅，进而展开的一段奇幻爱情故事。